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其他建设伫咧大地建案施工出问题，害7栋人家厝变危险建筑，已经下令停工开发200块1户的住户就要撤离。这火车驾驶产业工会不满代志，互政治介入变做公司化，卫生司机员已经连署中秋双十连假，拢要依法休困。经过审议，基本工资1个月是起到27470块，算点钟的起到183块，明年元旦开始实行。伫咧台北市中山区大直街94巷附近，这个工地呢，因为施工的问题，致使昨暗附近的学校车路拢出现逼顺，甚至有人家厝贵会起起。经过管按摩台抢救，这状况暂时稳定。市政府表示，讲这建商伫咧乌涂卡的时阵，无甲基座拍好在，这害这路面贵会逼开。不过，就议员接机讲，之前有民众去တင်情，讲因的徛家开始伫咧逼。监管处讲无问题，会当继续时间，想袂到才发生这么严重意外。市长蒋万安也强调，一切会查清楚，也会依法办理。徛伫悬的所在看落去，台北市中山区大直街94巷这个建案，建材卡土机临时的便所拢放落去，东倒西歪，家人继续灌水灌井来抢救，正平马路也拢逼了了。敢若强烈地震了后，路边出现一条大壁船，边仔的路边外桥学校后门的人行道，甚至变做长山，围墙也破一孔真大孔，用直接看入去学校，跑道上怪有真深搁真长的壁船。台北市教育局紧急建议有防性停课。而且落落去7层楼的公寓状况暂时稳定，台北市府初步判断事故原因是边仔的新建案。乌落去到第3层，大约12公尺的所在时，无完全做好基础，连续壁无法度承受压力，所以讲破去，造成徛家拢崩落来。总共有7栋建筑不受的影响，拢要来持续监测。塌陷范围的四周围的一个建筑物，我们现在都有装设倾度仪，不稳定的一个状况，那它这个时候它就会显示出来。另外，议员陈义军提出公文质疑，民众伫4、5月持续发现徛家有壁船，向市府တင်情。相关单位6月来2摆勘查，认为徛家损害毋是施工造成，最少无危害公共安全，应继续施工的判定，才造成这个情形。批评市府任意残害民兵。裂缝因为可能有新旧问题，看起来因为当时判断是也不大，工地没有开挖啊。第3个又是说，其实又距离工地比较远，判断说这个不是施工造成的损害。那在这个4、5月份成型之后，其实实际在开挖过程就没有再收到正式的水泥成型。我们会回过头全面的检视整个事情的原委。如果建管处相关单位是依照相关规定执行，但是仍然在机制端发生问题，我们一定是全面检讨，该负起的责任，该汰换就会汰换。台北市长蒋万安讲，对着相关局处是不是违失，后续的调查责任的归属，有处理不当的部分，一定依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这个大直街人家厝贵的落去，受到影响的有7栋。市政府伫咧昨暗时呢，就甲200块1户，大概有420个人安排住伫咧附近的饭店。台北市政府也提供极端救助金，1户上济6000块。也那其他建设下晡也发1户5万块的慰问金。这我要拿换洗衣服啊！你不换衣服怎么这么臭？你没有闻到吗？着急想要登去厝换衫，台北市大直街徛家崩落去。根据北市府上新统计，受影响的厝有7栋，上新受安置民众增加到420人，安置到13间旅馆。也毋过住户讲根本困袂好，因为紧急来撤离，啥物拢无啥出来。不方便，真的人间地狱啦！那边在家他方便。对啊。你看，我们只有拿一把钥匙出来啊，什么都没有啊。今天没有啦，也没有钱吃，也没钱吃午饭啊。住户若是要摕物件，必须由市府人员陪同，并且伫安全部照倒入去，也有住户赶紧来甲奥多巴牵走。这位单身是厝住伫2楼，也过1日就变1楼。伊即无奈讲，方讲离开今仔早锁匙，就无法度登去摕物件，原本要出国也只好来取消，锁匙真正是无法度估计。非常担心啊！而且我礼拜要出国，我身上1毛钱都没有啊，就听到声音就逃命了。我们3个就逃命了，就逃出来了。
但先是提出相片讲，3个月前厝就出现壁损，不过拢无人处理。另外一位1楼的受灾户严先生也表示，大家拢有陆续定情，这厝一直搭落去，希望市府甲其他会用好好来处理后续赔偿的问题，而且才有真侪老大人袂用无家可归。这个也是他们仅有的一个住所，我相信这个他们后续居住的问题，我想这个需要大家的帮忙。我可以理解大家很急的心情，但是就是还是要接受台北市政府这个灾害指挥所的指示，我们慢慢放。小阳安迪饭店有计提供到9月11日，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到安迪饭店来慰问灾民。考虑可能有住户需要登记来安置，考虑比较疫情时中央驻军的旅馆也是来搬算下体这所在。台北市府也提供救难救助金，每户上悬6000块。其他建设下晡也以户为单位发放5万块的慰问金。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台铁街的建案，这规个出问题，害附近人家厝开的起跌落去。这市机关王世坚去到北检，告发基泰建设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监管处依照基泰建设也告复议应做违反着建筑法，下令7位的工地就要停工，总共罚27班。劳动局也进行路检，认定有6位工地违规，其中3位停工，依法罚3班到30班。也那这基泰建设伫咧去年10月就传出这董事长总经理呢涉嫌食钱有够上亿，这个案件也搁伫咧侦办当中。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初白去台北地检署告发基泰建设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控诉基泰建设伫咧台铁街施工。地处附近的徛街落落，危害居民的安全。基泰的开发的这个工地，如果有确实执行观测的话，就算急迫一点，1个礼拜3天前，也就是这些资料都已经会呈现很大的变化了。因为基泰甲都发局伫现场拢无法度提出观测的资料，王世坚无排除各法都发局甲监管处涉嫌渎职甲独立，要查感受官商勾结。针对这个厝落去的事件，基泰建设发布重大信息，承认因为因施工的问题，去损伤到附近的厝，因是感觉真危险。第一时间已经停工，未会提责任。也那监管处已经以违反建筑法，下令基泰甲复议应做停工，拢总罚27万的罚款。劳动局嘛去因7个工地做路检，认定有6大工地违规，其中3个工地停工，依法分别罚3万至30万的罚款。如果确定是要拆除重建，我们也会要求厂商负起责任。那这部分也会要征询住户相关的意见，针对住户相关的安置，还有衍生相关的费用，我也强力的要求建商一定负起所有一切的责任。基泰建设伫咧台北市拢总有5个新建案，即个发生意外的基泰台铁、甲北投的基泰红溪、内湖的基泰碧湖、艋舺的基泰建中、大安的基泰大安。也有复议应做的2个工地，拢总7大拢下令停工。不过，也是有工地传出伫咧施工的声音。这就是基泰红溪工地，市议员张书光指控讲，内底也是有施工的人员来去，哪像搁伫咧施工，已经有通报监管处。因那基泰争议毋乃是建案尔，董事长陈世明甲总经理房新勉涉嫌违法食钱有甲亿外。去年10月去互检调所查甲约谈。先后一个以200万，一个以150万交保，专案目前还搁伫咧侦办当中。因那基泰嘛，因为即个台地的厝落去的事件，损失的金额也爱评估，估计伫咧初八一个开盘，就跳空半定。记者综合报道。这台北台铁街林家厝落落去了后，就居民表示讲，伫半年前有一寡人伫咧反映，讲因厝内边的壁开始壁损，态度也落落来，建商说是无要检查。有专家表示讲，若准这徛家离这建案伤过近，而且无监测也无防护，才有可能就会造成这款的情形。拢是因开始做工事了才变的，以前拢无啊。甲厝内壁逼起漏水，态度落落来，情形拢吸落来。这是台铁街住户一礼拜前记录基泰建设施工的影响，伊当初就感觉有问题，嘛已经反映半冬外，但是建商干那来斗掠楼，也是用红蒙土补一个尔。结果即摆发生规间厝落落去的事故，或者讲是建商做连锁壁无监控。在灌混凝土之前，或者是你在放钢筋笼的时候呢，同时用水下摄影机呢去看一下它这个壁体呢是不是有坍孔，其实是可以检查，但需要
花一些成本。这个一般都是现场施工完要做检查的，就施工人员如果有要求的话，都会做检查的。不过这种事件是唔哪一件，花莲市公复计这栋新建案正正在做乌地下室的部分，嘛互附近的5栋厝天崩地裂，厝嘛有塌落去的状况。今年5月，台北市信义区一个建案在施工的时阵，同款因为连续壁破去，后边的公务地站塌落去。专家讲，即马各地拢有真侪都经围堵案，但是伫个厝真侪真无的所在，若无做好监测和防护，都会出代志。针对那些监测系统，工程人员都要每天很确定去看那些监测系统的变化，只要一有变化，就要特别去找专业的技师来探讨，说问题是什么，赶快解决。施工之前，他们会派技师来做临房的现况鉴定。那个时候你要尽可能去配合，你家的房子在开挖之前可能有哪些裂缝，那先了解，那以后只要开挖之后，万一真正有问题，才会有一个对照跟依据。专家嘛讲，建案的地下工程状况真侪，本地风险度较悬，建议建商应该加强观测系统，时间较顶真，防止事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今年4月，这新竹县竹北的风采5字矿建案边啊，也因为这车路塌落去，变做一个空着这轿车摔入去内面。即摆也传出讲可能有官商勾结的问题。检调昨去到县政府工程处，要去一个细工的处长和一个细黄公务人员，因的办公室也有这徛架全部拢超过，甚至有约谈的厂商。检方认定讲，将有可能是有这贪污假罪、假钱的可能性，向法院声称，甲这公务处长等4个人羁押禁见。一台特斯拉落落涂骹的空，不少民众看到是拢惊一跳。今年4月份，新竹县竹北车路放弃的事件，研判是甲风采5字矿这个建案、挖地下室、抽地下水、地书土马流失有关系。即马疑似甲假钱案件有牵连。认为江信、公务员等人涉嫌贪污治罪条例罪嫌重大。已于今日凌晨向台湾新竹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因为风采5字矿建案迄颗里的车路，伫10个月以来出现5届地面放弃的问题。检调伫侦办的过程当中，发现公务处疑似是涉嫌收乌西，所以伫初7检调去县府、甲县港公务处长的办公室、甲因徛家等等的所在搜查，结果伫伊大的所在排水管甲其他的所在，找到上百万的现金。所以，甲县港的处长、县院承办的公务人员带登去侦讯，而且传唤厂商到案说明，认定涉嫌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等的罪嫌重大，申请羁押禁见。丰益在过去在浩瀚一品的时候就发生过填坑的案件，而风采520发生到现在，也多次偷偷的来复工施工，这样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作为，让居民们非常的失望，也非常的生气。到底有多少事情、多少的不法利益勾当藏在县府当中？我们希望检调应该要调查清楚。我们会尊重司法单位的调查，希望能够尽速的来澄清、勿忘勿重，公正的来审理。县府疑似传出有备案，县长杨文科敢若讲会尊重司法的调查，嘛希望会当赶紧查明真相，唔通互违法的人逍遥法外。记者综合报道。台铁局伫半暝已经开放双十连假的车票会当订票，目前已经订超过21万张。不过，这火车驾驶产业工会已经对司机员发出动员令，讲要发起中秋和双十节，拢要依法休困，无必加班。已经有超过8成司机员连署咯。工会表示讲，这代替互政治介入变做公司化，政府敢若看到这代替的土地甲资产，却无顾到安全改革，也无重视司机人员人无够问题，要依法伫咧劳基假，要依照着劳基假伫这2天要休困。8月下晡，台北火车头大厅旅客袂少，听到代替司机员为着甲资方谈判，可能伫中秋节、甲双十节依法休假来争取权益，大部分的旅客拢表示支持。对旅客来说是当然不太方便，不过站在人权跟员工权益方面，我是支持的。我是支持他们可以表达他们的诉求啦，对啊，因为其实可是中秋节罢工哦，对，那就是对啊，真的是会旅客很不方便啦。由代替司机员组的全国火车驾驶产业工会，伫初7发动员联合会员，批评代替软件交通部无信用，政府结外，为了依护工课场的安全，会使用劳基法的劳权。伫中秋甲双十要依法休困，袂加班。工会认为讲，因敢若看到公司化了后，
重点拢伫咧代替的资产甲土地，并无要义安全的问题。亲像司机员反映新买的列车运转的问题，却无得到具体回应。而且司机员的骹手无够，即马拜六拢爱出勤，休困日减领加班费，加班费领甲上紧绷，都搁互换做是补休困。毋过因为骹手无够，补休困是看有食无。代替企业工会表示，目前知影发起联署的司机员已经超过8成，会甲因小停到底。在执法其他过程当中，整个权益保障要连他们写的透金减免，这也是事实啊。他们的团结度相当高啊，如果要联署的话，一定会几乎达到100%。我现在还是努力协调化解中呢，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目标，也是能够维护所有大众的权益。代替回应讲，因为涉及员工权益的条文纳入处罚，拢爱经过行政程序，会持续拍拼化解意见无同所在，以莫影响廉价疏运为上大的目标。因为交通部表示，已经有车处长吴湘林甲工会积极沟通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昨早起呢，有一台落南的自强号，竟然有这团体旅客，把这车厢当作是游览车同款，在内面唱卡拉 OK， 影响到其他旅客。另外，今早起呢，落南的805车主伫苗栗站，却出现大动的信号有问题。毕竟这是安排安全是排第一，赶紧让这旅客换车，事故也影响到其他的车帮秩序万分，这旅客也拢气喘喘。旅客徛咧唱歌，要人摕麦克徛伫走道来炒热气氛，明明是坐台铁，敢若是伫旅行团游览车顶边，互人看到戆去。讲话是还好，不会很吵，我也可以体谅。我想说算了，没多久以后他就直接点歌，他先唱，带动大家去点歌。我是从头听到我是整个头在痛。车起一台南下的新自强号列车，机修车对中华上车了无偌久，公车厢就出现团体人客伫唱歌，一唱30多分钟，也无看到列车长出来阻止。这样不 OK 啊，很吵哎。代替讲，团体人客伫台中上车，计上化了，发现旅客使用麦克有心可劝，了顺路无发现唱歌的情形，也毋甲车厢唱歌比较，具体各种事故恐加互旅客更加困扰。列车将回到苗栗站，更换列车组。列车公布了后，倒开登去苗栗站，车别早起将近8点，南下805车次停苗栗站时，发现动车信号无正常，为着安全，只好安排旅客换车，造成除了805车次要至少3班南下车次延误，因为乘客不满。过程中就是已经有停下来，必须说真的是很困扰，因为是拖了1个小时多，我到9点17、18分才到台中出站，其他车子都还不能进苗栗站，所以我卡在大概离苗栗站剩不到1分钟的地方，它车子就停了，大概就等了30几到40分钟。对着各种高铁回应，当下已经成立应变中心，后续进一步查收各种的原因，确保运行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今年初，台中有一个姓刘的查甫人涉嫌食毒品，无驾照去赛车，想袂到伊赛车弄着人去逃走，伫咧市区内面连续冲过10个红灯，故个路段佫甲人生正向，造成2个人死亡，1人受伤悲剧。这个案件也变作是台中地方法院头一件国民法官实际审理案件，今下晡宣判，这名嫌犯就要关12年。有失败啉酒赛车记录的这个姓刘的查甫人，今年1月伫台中市涉嫌无照毒驾，伫赛过程连续逆向弄红灯，弄着细叶的查甫人含细年的姊妹仔等等3个，造成2死1伤的悲剧。后壁佫甲车单调浪港，变做台中地方法院第1件国民法官实际审理的案件。这边下晡宣判，以涉犯毒驾致死含肇事逃逸，共合判12年。宣判结果，那被告涉犯因这个毒驾而致死部分判处有期徒刑10年，那另外就肇事逃逸部分判处有期徒刑3年，合并应执行有期徒刑12年。检方伫法庭顶讲讲，姓刘的查某人伫立德街先弄着一台车，对方报警察，伊就驶车走去。随落来4分半，伊就伫市区弄10个红灯，逆向驶5个路段，甚至佫驶去咧人行道，落尾甲车单调浪港，互警方抓着。根据合议庭，应该判有期徒刑20到22年。姓刘的查甫人讲，已经19年无食毒，但是发生迄天是因为当期的查某朋友找别个查甫人，伊去甲食毒才做事。被害人的家属捌当庭要求判伊无期徒刑，面对判决，强调会和律师讨论。当然希望能重判，但是这是我的期望，但是结果出来是这样，我当然
再跟律师讨论，还会再上诉就对了。我会跟律师讨论，谢谢。这案件是审判长当中兴带两个职业法官、6个国民法官和2个备位国民法官做伙审理，专案阁会当上诉。对审理较有路的部分，和国民法官的心情，台中地院无对外说明，嘛无开放予电子媒体采访。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这风台海柜的宽流继续影响香港，且是暗时落大水雨，这雨水量打破139年来上界悬的纪录。这天文台发布上界悬等级的乌色警报，一直到初8早起呢，规个香港拢是浸伫咧水里，车路、地铁站拢淹水，甚至发生水崩山。那这学校古市也拢先暂停一天，到今有上百人着伤。经过一暝大水雨一直拼落来，香港初8是大范围淹水，大路敢若亲像串流的河，各种车辆拢掉伫内底，民众撩水经过，过程真危险。大水也流去港铁关洞线黄大仙站，对初1半暝就赶紧关起来。边仔商场地下楼应该满满。港岛东部小旗湾山区是严重土石流，大石头甲山水规下落来，车规台落去路崩去的大坑内底。完全冇見過啊！第一次俾我見到係咁嚴重咯。之前嗰啲打風啊，嗰啲都冇呢個咁嚴重嘅情況，睇到都好恐怖啊！當地初8停課無停班，嚴過公車、地鐵、大眾運輸是嚴重受阻礙。大水已經引到真濟民眾厝的門口，港府呼籲頭家愛看情形處理，莫強迫員工冒險出群。香港高市也暫停交易。Near the water was about a metre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so no chance. I've been trying to also get up to Lantai Yacht Club, so I've been waiting for an Uber that keeps cancelling and reconfirming every 15 minutes. So 隨着海葵風台村的環流影響，香港對初1暗時開始大水雨，警戒一直調到上懸的烏色暴雨這等級。深夜11到12點中間，落雨量達到758.1毫米，創下當地139年氣象觀測史上上懸的紀錄。烏色警報持續到初8中晝，也創下持續上高紀錄。真濟民眾通報調咧無倒出來，也有人予大水沖走，就已經造成上百人受傷。另外，廣東深圳初7也出現嚴重地災性大水雨，初8透早放水。活佇深圳的香港新界地區可能因處理淹水更加嚴重，不過深圳當局無多提前有夠時間來通知。港府發布新聞稿時間啊，剩16分鐘，引發民眾批評。預計未來2天天氣猶原無穩定，一直到11雨量才減弱。國際新聞是會長編譯。為了要讓各界來重視氣候暖化問題，氣候環保人士定定在抗爭。歐洲上屆大警備屬嘅一個航空公司瑞安航空，因為執行長初7去到歐盟總部時陣，出去讓環保人士傾價2句。另外，在美國嘅網球公開賽，由環保人士去現場示威，致使這比賽就要晚1點鐘開始。客人行迪拜，歐洲上大嘅屬嘅航空公司瑞安航空嘅執行長歐萊瑞初7喺比利時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外口要演說時陣，所受到燃油攻擊。滿頭滿面攏是燃油，歐萊瑞用手巾仔簡單清理一下，苦中作樂。No, we're here to discuss the petition. I love cream cakes. They're my favorite. 根據布魯塞爾地區運輸甲環境統計，瑞安航空喺2022年嘅排碳量達到1330萬噸，是環境污染程度上懸嘅航空公司。對此，瑞安航空表示，要喺2030年，甲12.5派燃料換做飲食燃料。暫時瑞安航空佮用社群平台 X 官方小號針對傾價2個嘅代志表示，食物燃油無夠在地，嘛無夠好食。喺紐約開拍美國網球公開賽，初7嘅比賽才打到第2盤。3名環保人士穿着抗議標語，結束使用化石燃料 T 恤，向客發卡號干擾比賽，引起球迷不滿。雖然保安人員甲員警到現場驅離，不過其中一名抗議者用黏劑甲腳底黏在塗骹，最後予員警強制趕離現場，嘛耽誤比賽將近1點鐘。另外，喺德國呂根島嘛發生環保團體綠色和平的成員，即小林船出海第一隻運送天然氣的貨輪專心面對擦油漆抗議，船員都用水槍想要甲油漆洗掉。Wir müssen uns von der Abhängigkeit von dem fossilen Gas befreien. Deshalb heißt es kein weiterer Ausbau der LNG-Infrastruktur, keine weiteren Terminals. Die gefährden unsere Klimaschutzziele. Das können wir uns nicht leisten.
德国想要减少伊朗5个供应天然气，想要伫绿港岛建设液化天然气的接收站，所受到居民反对，惊会对观光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发起抗议活动。国际新闻台同朋友。英国宣布提供予乌克兰兵油弹了后呢，这美国也伫咧初六宣布要提供同款的武器，也因为兵油弹有轻度放射性，罗西亚就批评美国这是犯罪行为。另外，美国的航太公司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伫咧自传内面捌讲到，之前有偷偷要求工程师爱把克里米亚附近的星链网络服务关起来，用来阻止乌克兰对罗西亚的海军舰队投射。是因为伊会烦恼讲，这罗西亚会发动核武战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初六忽然间去访问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宣布讲，佮提供超过10亿美金的新援助计划，其中就包括提供乌克兰兵油弹药。但是兵油弹药有轻度的放射性，这是美国第一摆提供这种有争议的层价弹药给乌克兰。Uranium as a nuclear material has some radioactivity. But the word depleted uranium means that the uranium used in it has even lower content of uranium than natural uranium. Natural uranium ore that is mined and processed later and so this is basically a waste product of mining uranium. 罗西亚外交部是大骂美国这种行为是犯罪，因为喷油弹会当甲战车的装甲拢拆裂去。喷油弹伫咧装甲的过程当中，氧化导火产生的高温会提悬装甲的能力，而且伫咧伊入去到战车的座舱了后，会引发更较大范围的杀伤力。Это очень плохие новости. Поэтому, к сожалению, такая же ситуация неминуемо будет ожидать и те украинские территории, на которых они будут применяться. Конечно ж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это целиком и полностью будет лежать на руководстве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которое приняло такое решение. Все должны отдавать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另外，艾萨克森写的马斯克传记内面，一个所在写到美国航太公司 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要秘密要求工程师把克里米亚附近的星链网络服务关起来，来阻止乌克兰对罗西亚海军舰队的投射。因为马斯克烦恼讲，乌克兰的反攻有可能引起另外一场小型的珍珠港事件，互局势规个清悬，甚至互罗方去甲发动核战。公司新闻新六杯编译。墨西哥执政的国家复兴运动党初7正式提名前墨西哥市的查某市长薛恩鲍姆来参加明年德国总统大选，而且在野联盟也提名查某参议员加维斯出来参选，这代表讲这墨西哥会出现有史以来头一位女性的总统。不过执政党的内部民调伫过程却出现违规的证据。墨西哥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初7宣布5场针对总统候选人做的全国性的民调，前墨西哥市女市长薛恩鲍姆以平均39%的支持率领先其他5个竞争对手，会出来选明年6月总统大选。就伫声明发布的前几日点钟，薛恩鲍姆上强的对手前外交部长厄伯拉特指控讲，党中央已经有特定的人选，民调有违规，要求爱重新进行。总统罗佩兹·欧布拉多出面驳回这个指控，而且讲会替薛恩鲍姆交代。薛恩鲍姆今年61岁，原底是做气候科学研究，伊行政治这条路的过程，甲欧布拉多有密切相关。2000年到2005年，欧布拉多做墨西哥市长的时阵，伊是环境局的局长。2006年做欧布拉多竞选的发言人。2018年接欧布拉多的职务，做墨西哥市长。因为欧布拉多的施政满意度有到60%。外界普遍拢认为讲，薛恩鲍姆会当甲延续落去，顺利当选。Que sea de izquierda, que sea Claudia quien gobierne ya este país. Lo requieren las mujeres y lo requerimos la gente más vulnerable. 不过，3个老牌右派政党作为在野联盟，嘛推出女候选人参议员加维斯出来竞争总统大位，让执政党的选情出现变化。加维斯今年60岁，捌做过电脑工程师。伊伫伊达尔戈州出世，因老母有外国血统，因因老爸是原住民。公立大学辍业了后，由于做生意，到行上政治路。
在媒体圈也受到真侪讨论。Ella nos va a sacar a todos del hoyo, a los pueblos indígenas, a los más pobres, a la clase media y va a impulsar la economía a través de los empresarios. Xochitl es un fenómeno. 表示各位《解决日报》8月底有一项民调显示，有46%的受访者表示会投予宣报幕，因若支持贾维斯的是占31%。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总统蔡英文祝访友邦施瓦蒂尼，今下晡登到台湾，而且有发表谈话。蔡总统感谢施瓦蒂尼长期以来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也强调讲台湾的挑战会愈来愈多，不过咱会愈来愈勇。透过这次的出访，我们再次向世界展现，即使台湾面临艰难的国际处境，但是我们依然选择脚踏实地的跟各国交朋友，用真诚和坚定做外交。台湾的挑战很多，但我们越挫越勇，反而是让我们更有韧性，也越来越勇敢。蔡英文表示，这届有对咧出访的高雄市长陈其迈，有和施瓦蒂尼的首都姆巴巴内市签订这姊妹仔市的协定，未来双方会有更较侪交流。也感谢施瓦蒂尼挺台湾，未来台湾会更较团结变勇敢，和国际同伴做伙促进区域和全球的发展。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今日经过4点外钟的讨论，而且有参考到这消费者物价指数等因素，确定明年的基本工资增加到27470块，起4%外，也若算点钟的是起到183块。这基本工资已经是连续起8届咯，这个新政策按算伫咧明年元旦开始实行。劳团集合伫劳动部外口抗议，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初八伫劳动部顶场，对着电话抗议。劳工、资方、学者甲官方代表经过4点半钟讨论，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这因素，决定明年基本工资由26400块调升到27470块，时薪是比较这调幅由176块调到183块。基本工资月薪调整至27470元，时薪调整至183元，调幅大约是4.05%。对着今年拍破历年审议的共识，调幅比外界有期较悬。柯明春强调，今年为了反映民生物价一直起，所以讲加27项重要民生物资的起号做参考。而劳动部推估，月薪调悬了后，大约有179万名劳工薪水会增加，时薪部分大约有60万名薪水有增加，合计239万名薪水拢有增加。而基本工资对蔡政府上任以来，对20800块调悬到27470块，调幅超过37%，时薪调幅超过52%。我们希望能够去完成那个蔡英文总统的梦想啊，但是在整个的经济成长率那么低的情形下，不满意，但还是接受了。对着这波调薪无亲像劳方的预期，虽然无满意，不过应接受。不过资方认为调薪幅度超出预期，尊重不过无保证。适度的调整基本工资，我们没有反对。有大选，执政党一定要调整基本工资，这是对劳工的一个承诺。劳动部强调，结果会真紧来订步行政协定，从明年元旦开始，基本工资已经进行调整，也呼吁资方适度为劳工加薪水，才法度加人才留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侯友宜伊提出政见，讲伊当选总统了后，任内会甲这基本工资起到33000，而且阁要来扣这好业人税，背书是咧针对郭台铭。那郭台铭办公室是表示讲，政策毋是伫咧比数字，要有一个参考的标准。另外，民进党的立委参选人就敲说侯友宜，讲这企业爱加薪水，会当除税金，就应该先甲这文化大学大军管宿舍所赚到的钱摕出来帮助少年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选伫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即天，先提出经济政见，答应伫当选了后，伊的任内基本工资会调调悬到33000。另外，为着减少贫富的差距，伊嘛发出要扣45%好业人的税，估计每一年的税收会当增加150亿。嘛讲企业若是甲劳工加薪水，会当抵扣爱纳的税。他做不到，侯友宜来做。侯友宜在这里承诺，基本工资逐年调升。会达到33000元。
副总统赖清德册备无公开行程，针对校友义鼓励上市的企业提拨一定比例利润来加薪水。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吴征都呼吁校友义大军管宿舍的利润，即马就会当提出来回馈少年人，莫摕别人的钱来做人情。我想这个部分可以讨论，但是要不要透过立法的方式来做处理，甚至于是说作为一个总统的政见把它提拨出来。校友义提出扣好野人税，嘛起用讲是咧针对郭台铭。不过郭台铭办公室表示，郭台铭长期赞成扣好野人税。杨贵就有讲过，伊支持白富政策，嘛认为少年人薪水低问题真严重。不过政策唔是伫比数字，其实更重要的是整个产业面的提升。所以如果说比如说你提33K 啊，我提34K 啊，他又提35K，这就只是比数字游戏。他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没有意义，人家做得好，我们就称赞他。但是我们觉得说，如果说只是用民粹式的把它喊得很高，但是实际上却不可能达成，那其实这个反而不见得是一个好的政策。民众党嘛认为讲，政策要是爱有评估的标准。另外，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提出责任累高的制度，嘛讲要找高文德林加比。国文台办公室发言人陈志涵回应讲，调研的领袖原本就应该爱尽量化解无同意见，增加共识，不过也无收到邀请。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大直的这个林家厝落落去，目前当咧向这个落坑的所在管阿摩土厂。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讲，目前已经有成立义务律师团协助受灾的民众去法律咨询。一节大卡车出入，继续为林家厝外出的受灾地区管阿摩土厂。台北市台北街94项车牌因为基体建设的建案，致使林家厝落落的事故。初步研判原因是建案挖到地下要12公尺的时，无做好基座，当涂的连续条挡袂掉放落，致使边仔的林家厝落落外出，估计受影响的有7栋。东西完全没有时间收，现在所有大部分的住户。就是只穿着身上穿的衣物就跑下楼，尤其是一些老人家，后来还是被抱下楼的。填满之后，我们就按照现在的一个建筑的一个倾斜，是不是在这个容许范围之内？每一天都会做观测，是不是有加剧的一个现象？我们有请技师到里面去观察，是不是那个里面有裂缝？到下晡6点为止，受收容安置的数量已经达到201户，计共有420个人，分别到13间旅馆。台北市长蒋万安下晡4点多，也第3摆到现场了解状况。造成这摆意外的基体建设到暗时进前，拢无出面对民众提出说明。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若基体建设无负起因应该负的责任，袂允准因伫台北市做任何的工程。我也强力的要求建商一定负起所有一切的责任。今天就会召集住户召开法律咨询的说明会，但是也有机关指出，4月份的时就已经有住户向市政府来申诉，讲因厝内已经有外出的情形，但是市府认定安全无问题，互人接期，市府敢无责任。有任何处理不当，我们一定依法追究。包含局处首长要下台负责吗？该汰换就会汰换。管阿摩土的工课会继续，若周边徛家有稳定落来，就会予住户转来摕物件。目前估计到拜日进前，有机会甲落坑的所在填好满，甲周边的危险降到上低。记者郭文社会林正准由台北报道。彰化县是目前全台湾唯一无火葬场的县市。即马彰化市公所拍算要伫咧殡仪馆后壁起一个生命园区。今仔日举办说明会时阵，有真侪民众来遮抗议。说明会才拄开始，彰化市长林志贤含里长为着生命园区的设置含选地址，双方抢来抢去。咱彰化市有10几个公务用地，是安那一定爱找阮殡仪馆后壁这地。双方拢有家己的立场，因为彰化市公所打算用即卖的彰化殡仪馆后壁的用地规划做艺术生命园区，按算要加起火葬场，才相关的殡葬设施。但是里长认为讲，当地是人口真侪、真集中的所在，若去做这对交通和生活拢会有真大的冲击。彰化殡仪馆目前交通成足大的问题，进前有法度解决，伊唔解决，即卖要来做这个生命园区，再讲伊有法度解决。他是不是找一个适合的地方，能够消化我们26乡镇？当地里长强调讲，不是反对建设，但是应该选其他的用地。支持要起的其他里长是讲，殡仪馆后壁的用地都已经是殡葬用地，若起火葬场，以后居民都毋免阁特别坐车坐几步去到其他的县市处理啊。
爱走去南二南投啦，就是台中6点外就爱去甲因做告别式，迄时间拢拖遐长，所以个咱讲的费用嘛加起来。而且过去早年这里本来就有火化场，所以我们只是把现场的整个环境做优化的改善。彰化市公所讲，彰化县是全台湾唯一一个无火葬场的县市，但是县内的人口是愈来愈老，完善的殡葬园区是有必要性的。县府讲，目前公所提出的计划用地是免阁经过变更。原有殡葬用地，它可以省去很多的行政程序跟流程，所以他要去建立这个艺术私密园区的部分，它就比较容易把时程缩短。县府讲，经过评估，以目前用地可行性较悬，但嘛是搁要经过定书进行审查，而且要经过市民的同意，才会当来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台南天狗日疫情继续伫咧逼，有民众伫咧网络顶头铺文讲，有2个人去到徛街甲人取药啊，取煞了后讲要入去厝内面检查，因问过里长，确认讲这2个人是假做的。卫生局是赶紧驳回，讲这2人是疾管署人员，是为着要确认这地方喷药啊了后的效果，才会入去人的徛街内面的。台南的永康区因为有伤济为着本土型天狗热的病例，公所是大规模喷药在封治。照正常的定序，药喷了的过程中，阁会有疾管署的人来检视喷药的效果，看敢有所在漏气。但是有居民误会因乌白入来人的厝，甲2个人伫别人门口的橡皮放去面册，佮讲已经含里长查过，那看到当直接报警察。有没有什么那个？对啦，对啊，反正都要先告知就，都会告知的，对啦，都正常的，因为人家喷药隔天都要检查的啊。市府较紧澄清讲，相片内面的人是疾管署防疫人员，来的时阵一定会穿制服含挂证件。下晡登来现场，部分的民众是拒绝接受访问。有关于脸书上面的一个影片呢的人呢，就是疾管署他们派人去做一个就是成效的评估。那疾管署他们也是有身着制服，并出示证件。今年天狗日的疫情真紧张，防疫工课无停过，防疫人员是拍拼和网啊、资生员来对抗，但有当时嘛是会拄到讲袂顺车的人。这个月初2，就有喷药的防疫人员和民众提记录加入，后加在警方来解围。刚开始初期会啦，可是后来就是大家都普遍都有一点取得共识了，其实都还好。到这个月的初8，台南市已经做4万多户喷药的封治，市府嘛提醒讲，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规，要配合相关的防疫措施，那拒绝规避，也是妨碍防疫，是会罚款6万到30万。记者综合报道。鱼瘟啊，若准备收成，这房啊是高过一窟搁一窟，才有可能把这病菌炸到别个窟仔去。嘉义县政府也开始推广房啊消毒计划，希望对源头来减少病菌。鱼缸伫鱼粪内底分2边来救网啊，协助渔民来看鱼啊。这使用的网具若是有去过有鱼病鱼瘟，就有可能会搁活着其他的鱼瘟。嘉义县政府要来推广网具的消毒计划。现在网子就是你还没晒干之后，就要马上签下一次，所以应该也是有交叉感染的可能。因为伫个无共款的鱼窟啦，会去弹开就对啊，啊，所以咱县政府啊，伫个今年度啊，咱就来做这个。补助咱的渔民来去做这消毒的动作。鱼啊准备要收成的时阵，鱼缸一个早时啊，就爱无因2-3个鱼瘟，同款的网具就有可能来传播鱼病。县政府向渔民来推广网具消毒，希望会当为源头减少鱼病的传播。伫个咱的窟仔先做消毒啊，啊，落去落去的时阵，就会使去保持讲这个网啊是清气的，较袂讲甲这的病毒甲这细菌带来咱的窟仔底。我们这个网工啊。都会赶着要下一坛啊，所以你要用网具消毒，所以可能也是在网子过来的时候，前一天就要先消毒，让它浸泡在前面，有一段时间过，它那个网具消毒也比较有效果啦。嘉义县永实渔业生产区发展协会讲，收成的期间有1成的鱼啊会因为鱼病来死亡。水产署医认为可能是网具无消毒来造成。渔业科表示会补助渔民药水、药啊、甲浸网啊的桶仔，希望来提升渔民对鱼瘟的防疫管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屏东恒春的唱歌因为风台关系停办，所以今年头唯一一个唱歌活动是伫咧宜兰头城。这回有真侪外国人来参加这唱歌活动，咱做伙来看。
法国选手甲队友用贴落汗的方式练习爬起的高坪，落来了后全身拢是牛油，这毋辛苦练习，就是要为14半命头城唱歌活动做好准备。你说对，好玩，Run after the ghost。伊平常时就爱练少林功夫，也爱爬壁运动。2019年捌参加头城唱歌，伫饭店组第3名，今年挑战关度难度更较悬的高坪。伊讲曾笑讲爬起来感觉亲像互贵肉，唱歌真是真好耍，个人交朋友。第一摆变起的饭店来自日本的丰岛城，过去是台湾的交换学生，硕博士论文探讨台湾民俗活动。伊表示，台湾民俗活动除了唱歌、盐水风炮、马祖绕境，拢都有结合运动的特色。这摆是第一摆参加唱歌。我觉得，因为刚刚体验创风吧，然后我觉得很危险。我现在才知道，真的是危险。台湾唱歌捌头城谈恒春小名，今年恒春唱歌因为风台停办，头城唱歌是今年台湾唯一的比赛，也是疫情结束了第一摆举办，各界拢正关心，外国人来参加增加未少的话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在地上河歌戏剧团到今成立29年了。剧团最近把这目前旧表的古册戏重新改编，加入现代元素，变作是歌戏音乐剧，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打定演员手提着道具，清查金丝丝，唱调甲传统歌戏无啥共款，嘛真有气势。高雄在地上河歌戏剧团今年这出年度大戏，是讲传统无连旧本故事来重新改编，佮添一寡现代新的元素，将歌戏结合音乐剧。互观众目睭所看到的、耳孔所听到的有无共款的感受？对观众来讲，这是一个真新的一种试验啦，吼。就是讲，咱虽然用的是木莲救母这个老故事，不过咱用的是一个新的概念，还佫有用一个现代甲地角的跨时空的做法去甲它展现。所以我感觉对观众来讲，恁等的是今日来剧场看一出歌戏，看一个音乐剧。上河歌戏剧团今年满29周年了。这出歌戏除了保留传统的气味，特别将武戏甲音乐剧斗做伙，来配合时代脚步，特别将传统歌戏创新改编，就是吸引少年人对歌戏有兴趣。观众大家就是时代，我嘛希望会当互少年辈会当去来看歌戏，即摆歌戏到底会当变做安怎？因为每一种演出其实伊拢在变，伊拢在变化。初地无能角要伫16、17号2天开演，现代化歌戏，互这出戏真有看头。创新的表演，就是要互传统歌戏的出路愈来愈快。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已经是第12年的台湾文博会9月2日要开幕，今年是等到台北举行，这回展览馆的数量是有史以来上界多，而且这届呢是有串联台北、台南和台东的博物馆，加做头一届下县市的文化博览会。鲜艳的马戏棚出现伫台北故宫总，为这片场所带来丰富色彩。2023台湾文博会展馆重点就对空总出发。我们想把这2个场域打开，那打开之后呢，其实让创作者进来，以野生台湾文化物种大发现的这个主题呢，让很多创作的特有种以及他们所独特代表台湾文化魅力的作品，可以在这几个园区给开展开来。今年的文博会重回台北举行，5大场所除了故宫总以外，也串联松山分区、华山甲花圃。而且伫整修作业的国家铁道博物馆也开放部分的园区，和民众先参观一下。大约我们开放了27500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在台北市区难得一见的铁路的乘车的体验，包含铁道的电影、铁道车辆的实地的展览，以及我们会在文博会期间贩售文博会特定的铁路便当。这是在一个首都最精华地带的一个文化遗址，它要转型成台湾第一个铁道博物馆，全世界少数唯一能够在现址能够让它复驶、动态复驶的地点。那这一次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脉络当中看到它这次的开箱。那台北主展区今年文博也串联国立台湾博物馆、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甲日兰扎
博物馆这个场馆，打破历年来文博展馆上水，并且头一摆看出只有一个馆区举行的记录。要用表演艺术、建筑装置、工艺设计，也各种文创 IP 的授权，和台湾第一位文创实力，就由文博会和全世界来看到。记者综合报道。金马奖是台湾的电影奖，也是历史上届悠久的华语电影奖。今年拄好是金马60年，文化部甲文化总会合办影响台湾金马60音乐会，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见证台湾的电影100年。由台语歌手，也是今年广播金钟奖主持人邵大伦演唱，是台湾电影4分的主题曲。今年拄好是金马奖60年，文化部甲文化总会举行金马60个电影音乐会，由高雄市交响乐团演奏几首台湾电影的经典歌曲。我们更扩大了规模，对，那超过100部的电影，然后跟53部的这个电影配乐呢，那希望透过这么大的一个制作，可以让更多的观众可以知道我们很棒的台湾的电影跟音乐。金马奖60档的这么有意义的一年，会当互人留下一个真深、足快乐的这个记忆。一出电影会使互观众记条条，内底音乐嘛真重要。金马奖60年啊，创作侪电影歌曲甲配乐。这摆音乐会要表演60首的电影配乐，真侪剧团甲歌手拢会轮流表演。要互观众那听音乐，那回顾台湾电影历史。包括内面的歌手拢有真大这个缘分伫个，包括讲文学老师，在生的时阵嘛对我足好的，啊，甲我有足深的感情，啊，即个会当来唱伊的这个飘浪之路，我嘛是特别的感动安尼。今年影响台湾的音乐会，按算伫23、24两天，嘛是头一摆到台北演出，唔拿活动免费。嘛提供线顶直播，要互台湾的民众做伙感受到台湾电影的100年风采。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伫咧菲律宾有真侪岛屿，这岛上的囡仔若准备读册，就爱靠渔船啊，甲因载。长期伫咧菲律宾哈尼高岛服务的台湾 NGO 团体万山呼唤，因着做一只较大台的校船，当作是交通船来接囡仔上下课，袂互囡仔因为天气的问题，无法度去学校读书。哈尼高岛边仔廖南岛，才有38户居民，囡仔就爱坐船到附近的岛屿读书。也因为气候常常无稳定，互走船变较真危险。加上这油钱真贵，对当地来讲，这交通的成本伤过悬，囡仔因为安尼生常常走学无来读书。Ano tun dako na ay tun gamay pa na pamut dili kay makakani dili kay tungod dira sa bayad pero kung jaon na dako na pamut makakani na kami diri yan ya mo absent。当地要发生读书过程当中冰船致使囡仔跌落海的情形，造成真侪囡仔心肝头，对读书是真惊吓。即马晚上呼唤有和当地合作校船计划，由当地人逐工驶船去接。即马囡仔读书坐船安全性是大大提升。我们盖了一艘大的船，开始送小孩去上学。那这艘船，跟当地的村长合作，然后由村落去建制，我们也找到长期经营的人。晚上呼唤伫尼泊尔用校车计划，成功提升学生的上课率。来到新的环境，也找出适合当地方法。60年小学的学生出席率也提升到95%。The attendance of our learners increasing from 70% to 90 to 95%. 哈尼高岛的教育局表示，还有真侪小岛拢需要类似的服务。完善互换以校船做典范的计划，期待未来会当扩展到更较侪岛屿，互学生会当有一条安全去读书的路。记者洪兆成、黄文良伫菲律宾哈尼高岛的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吉兰到新竹对24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30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